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做家事讲台语啊。嘿呐，讲到做家事啊，实在真无简单呐。咱逐工啊，已经都爱处理各种大项细项的代志啊，搁啊处理3-2工啊，都爱洗衫、内衫兼煮衫，啊，搁着定拼本数、撸涂骹来维持厝里的经济。啊，若是咱厝里啊有饲狗啊、猫啊，迄狗啊屎啊、猫啊屎啊，啊是逐工拢着爱处理的代志啊。唔知啊，这些代志各位观众朋友平常时敢有咧参与咧？敢有分配到？上重要的是，恁厝人咧分配家事的时，敢会讲台语？今仔日咱的百工讲台语啊，特别和大家分享一寡做家事会讲到的对话啊。咱若伫厝里啊，是大人定定会吩咐咱做真侪家事啊。譬如讲啊，若要叫咱去处理垃圾衫裤，就会讲啊，迄衫爱会记你等落去洗哦。啊，泥时啊，爱泥互剩。啊，若是厝里无整齐、无清气啊，咱就会听到讲啊，涂骹爱会记你去揉揉咧，桌顶去捡捡咧。啊，逐工爱拼的本数啊，若要叫咱处理，咱嘛会听到讲啊，本数就爱分类，迄袋啊爱先缩起来，才摕出去答案。若听到人安尼甲咱吩咐，你会安怎应付咧？咱讲啊，要做一个字啊，啊唔做就讲规篇啊。若是咱要去做，就直接印一字好，就会使啊。卖当讲随来无问题。啊，若是无要做咧，安尼啊，迄时就爱讲较长咯。若是咱啊一半摆啊，无想要回应人做，叫咱做家事的要求啊，咱会当甲讲啊，今仔日真忝，明仔载才甲你斗3工敢好？若无啊，咱嘛会使讲啊，啊我考试还未准备好，等考了才来斗3工敢好？千万啊，唔通硬讲，袂瘾，你家己去啊！即款的话，爱会记你啦。要做讲一个字，啊若唔做，就爱讲规篇啊。咱要拒绝别人，爱讲较软咧。毕竟啊，代志总是有人爱做啊。咱是厝里的一份子，分摊家事啊，敢唔是本地就应该有的责任咧？上尾啊，咱来学习今仔日的句型，爱安怎的时，爱会记你安怎；泥的时，爱泥互剩。要做一个字，唔做讲规篇。今仔日真忝，明仔载才甲你斗3工敢好？我考试还未准备好，等考了才来斗3工敢好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做家事讲台语是毋是啊？无遐尔困难咧，咱随会当来试看卖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，拜拜。